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初3。今日的经文是4篇48篇，撒母耳下传第3章31到38节，马太福音第8章18节到2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军队者。真感谢大家来岛，阮已经平安倒转来伫台湾。早起甲咱分享的已经是伫台湾的第2天。台湾即马真热，防疫嘛已经有较好势，感谢上帝。阮随嘛是爱搁伫遮关15天，第13天是爱搁去做 PCR 的检查，也真搁一个甲大家感谢咱的关心。伫信仰顶悬，基督徒分做几类啦吼，就是讲几种无共款的赞处吼。咱讲上基础就是军队者，然后佮讲要诚做个军队者了后，要诚做迄个学习的吼，努力诚做文道的，咱讲学道啦吼，来学习，所以才有迄叫做基督徒嘛吼。但是基督徒嘛毋是咱最终的目标，最终伫遐做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诚做使徒的阶级。使徒这个赞处的意思，毋是讲要做12个使徒，是要来诚做受呼召、受差遣的人，并毋是讲做军队者无好啦吼。每一个人拢爱做军队者，拢爱经过这个坎站嘛吼。亲像保罗提醒的甲勉励，伊伫希伯来书第5章12节到14节的话啦吼。要讲经文之前，咱先讲希伯来书，有人讲是保罗的作品，有人讲是提摩太，有人讲有可能是路加，或者是其他人吼。但是无要紧，就是讲咱对这个希伯来书第5章要来看吼。伊讲看恁的学习的功夫啦吼，本来应该爱做师傅吼。啥物人知？阁有人将这个神性这小学开始，另外教导恁，互恁诚做必须爱阁食奶，袂当食干粮的人吼。既然敢若会当食奶的，无法度真实伫即个仁义的道理，伊就是囡仔啦吼。独迄个中大成人的，才会当食干粮，伊的心窍锻炼甲真通达，就会当分别好歹。这伫咧讲信仰层面吼，一世人天良留伫迄个军队者无进步，安尼信仰就会有问题啦吼。对，保罗伫遮伫希伯来书讲真清楚的角度啦吼。所以基督徒伫即个信仰的内底，必须爱愿意被改变吼，才会当有长进。这是希伯来书伫即个所在所咧甲咱提醒的一项事。但是军队者有重要无？当然是重要啦吼，当然是重要，因为这是第一个阶站。敢若亲像咱讲婴仔啦、幼稚园啦吼，即种的足基础的物件，咱拢爱经历吼，拢爱经历。咱定安讲生一个，毋是石头逼出来就大人吼，也是讲安尼生出来就大人安尼，拢爱经过迄个过程吼。但是因为有太侪迄个人吼，连军队都拢无嘛，所以军队者这个其实足重要。比如讲，伫军队耶稣的人中间，咱讲上济是一届4-5千人嘛吼。若甲用起来才2-3万人咧军队，伊上济啦吼。咱看记载安尼吼。但是你爱知影，就是讲有偌济人去拒绝，亲像法利赛人、犹太教的，有一寡人敢若想要伫迄个所在坐伫遐咧等稳定的。但是愿意军队人都无简单，你若看福音书因咧军队安怎走到偌远、走到偏远的所在，因拢军队，吼。
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赞处吼。这嘛是咱爱了解，还是讲爱去重视的部分啦吼。撒母耳下传第3章的经文的中间，咱看到这个暗尼尼吼，伊死去的代志吼。咱伫进前这段有讲到阿尼尼的这个觉醒，伊发现家己吼对毋着人啊，就是对迄个扫罗的后生啦吼。然后伊就决志吼，去看见上帝的旨意，所以伊就改军队大笔。改军队大笔了后，咱也看到即个大笔伊家己的讲法，也是讲伊的中心。虽然咱看见这个阿尼尼伊只不过是竞争对手的一个将军，阁是一个导航者，但是大笔犹原看重伊，大笔犹原尊重彼此的关系，大笔犹原尊重彼此的约定。咱看今日经文，大笔命令约押甲伊的部下人拆衫，穿麻衫，为着阿米尼来抵靠伊死去啊伫壮丽中间，大笔呢亲自伫棺木的后面行，这是足大的荣耀王安尼咧甲行咧甲送阿米尼壮伫希伯伦王呢伫伊的梦前大声低靠，所有的百姓也低靠。大笔为着阿尼尼做一首诗，阿尼尼该死亲像戆仔一样嘛你的双手无有被绑，你的双脚无有受困，你竟然死甲亲像去互这个歹徒刣死所以因为安尼人民阁为着阿米尼来抵靠啦大家安尼规工拢囥大笔爱食物件，大笔因为心情无好大笔就就说讲，若是我伫日落以前食物件，愿上帝来刣我大家拢知影这代志就真欢喜王安尼做啦事实上，王所做每一件事，伊拢真欢喜。当迄日，所有甲对大笔的人，甲全以色列人拢知影王无参加谋杀押尼尼这项事。好，咱要来思考就是讲，大笔无军队扫罗王，伊的个性欺骗懒散，特别王也无因为押尼尼的投诚就压迫伊、看轻伊。特别王颠倒甲以色列人讲，王对伊的奴仆讲你毋知影今仔日以色列死一个伟大的将军嘛？所以今仔日我是上帝所选立的王，我减无能力这个伊讲西罗亚的2个囝伤过凶恶，我无法度应付，愿主照因的罪来甲因刑罚。所以咱当看见讲，大笔伊是个真信实的国王，伊答应押尼尼会通得到安全伊家己本身做到，但是伊的将军约押用这个公报私仇的方式来谋杀押尼尼安尼代志其实现在拢存在啦咱看伫政治顶悬是安尼，看到这防疫的执政甲这知影者的迄个态度无共款，你就知影即种传假消息啦黑壁咧黑白批评的即种诶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伤害别人嘛所以这个时阵其实毋是干那社会政治安尼尔定，含伫这个教会内面真有可能有即种真严重的问题嘛会安尼咱讲大家顶讲三听，后壁三病即种代志不离济咧到底咱做基督徒要对什么人？要对扫罗王吗？还是要对社会政治吗？某一个政党的做法吗？
或者是讲咱爱对耶稣基督信仰的本质甲特征呢？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其实是真侪基督徒咱头前所讲的，是第一步真重要的一步。亲像咱头前讲，袂当永远停伫即个学习军队者的层次，还是讲信徒的层次，咱搁爱再一步来进一步，伫信仰顶悬来中进。真侪人伫信仰的层级顶悬，拢停伫迄个足爽快的所在啊，拢无爱离开啦。反正真足好个啦，吼，安尼吼。你若无爱进步的时阵，你就失去迄个信仰的本质。亲像讲有一寡教会内底游牧民族伊若会换教会就会换啦。今仔日这个袂爽快暗暝这个教会伊就离开，离开后拄开始真好后摆伊就搁骂即间教会啦同款伊批评教会，东港开源教会牧者，到伫另外一个所在伊嘛会安尼做啦。头期先可能搁真客气但是到落尾咱讲的迄骨骹就折出来安尼啦即种的代志逐不时地发生啦所以咱真正爱谨慎咱爱谨慎，咱袂当伫迄个爽快苦里内底爱进步爱进步除非遮个人伊的信仰愿意安尼对头到尾受改变啦安尼真心来军队耶稣基督，其实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耶稣基督嘛安尼来回答这个经学师的问题，讲狐狸有空，飞鸟有收，但是人子连看头的所在都无。这人听到了伊的回答，咱牧师伫前几工的分享的中间有讲到，伊是用迄做借口，用迄讲白贼啦其实伊的目的，伊的中心是讲，安尼我无爱军队里遮艰苦着安尼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讲法啦伊用伊的老爸用埋纵容死人安尼所以耶稣基督当然嘛知影，所以伊就讲你做你来军队，我互死人去埋纵因的死人。其实耶稣基督的话另外一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讲，你若要军队，我就专心军队，莫用恁老爸用埋葬死人来做理由来讲白贼啦。这种问题嘛是常常出现真可惜。咱需要专心军队，咱爱愿意被改变，咱爱欢喜承受呼召，成做迄个好的军队者，你我有愿意无？